Canva 係一個非常受歡迎嘅網上平面設計工具，裏面有幾十萬種由專業設計師準備好嘅範本。你只需要選定一個喜歡嘅範本，然後好似玩拼圖咁樣更換上面嘅文字、圖片、顏色、字體，幾分鐘之內就可以設計出屬於自己嘅 poster、簡報同埋社交媒體圖片。打開 Google 瀏覽器，輸入 Canva 搜尋，或者直接輸入網址，點擊右上角嘅註冊登入 icon， 就可以進入註冊嘅頁面。你可以用 Google account 註冊、Facebook account 註冊，或者用 email 註冊。過程好簡單，而且係完全免費。當完成註冊之後，就進入咗 Canva 嘅頁面。你可以喺左手邊建立設計，裏面有好多設計類型可以選擇，又或者直接喺頁面中間選擇設計嘅類型。我哋而家要設計一封求職信，最好嘅選擇就係去揾一啲已經設計好嘅範本，然後再進行修改。輸入求職信，搜尋，就會出現好多已經設計好嘅範本。有啲範本嘅右下角有皇冠標誌，要俾錢 upgrade 到 Pro 版先至可以使用。而冇皇冠標誌嘅範本係完全免費嘅。我哋選擇一個冇皇冠標誌嘅範本。呢個叫做陳子俊嘅範本，睇落都幾好喎，就選擇呢個啦。click 自定此範本嘅 icon， 將熒幕上唔需要嘅資料清除。拖拉畫面下面嘅顯示槓桿，可以調整畫面嘅大小，亦可以使用 shortcut Ctrl 加 Mouse Wheel。修改求職者嘅姓名，更改字體，喺左上方揾到字體嘅 icon，click 入去，左手邊會出現字體嘅視窗，入面有好多字體可以選擇。根據自己嘅喜好，選擇自己喜歡嘅字體。調整字體嘅大小，喺畫面上方揾到文字顏色嘅 icon，click 入去，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顏色。拖拉文字方塊嘅邊角位，亦都可以調整文字嘅大小。拖拉文字方塊下面嘅旋轉 icon， 可以調整文字嘅角度。click 畫面上方嘅進階設定 icon， 可以調整文字嘅間距同埋行距。由於只得一行，唔使調整行距啦。click 畫面上方嘅效果 icon， 左手邊會出現效果嘅視窗，根據自己嘅喜好設定文字嘅視覺效果。亦都可以調整文字嘅形狀。如果文字足夠多嘅話，可以將文字圍成一個圓圈。刪除唔需要嘅 item。調整文字嘅大小。更改文字方塊內嘅日期。公司名稱同埋地址。如果需要嘅話，可以運用複製樣式呢個功能，先選擇要複製嘅樣式 ，click 畫面右上方嘅複製樣式 icon， 再 click 你唔需要嘅文字方塊。如果效果唔理想，可以回到之前嘅步驟。
運用 Shortcut Ctrl 加 Mouse Wheel 調整畫面嘅大小，刪除唔需要嘅文字，再輸入需要嘅文字，調整文字嘅大小，將應徵嘅職位文字放喺中間，同時將文字變成粗體。click 畫面上方嘅進階設定 icon， 調整文字嘅間距同埋行距，輸入簽名，調整顏色。click 右手邊嘅文字 icon， 新增文字方塊，或者直接撳 keyboard 上面嘅 T 字，就會喺電腦 screen 嘅中間位置插入文字方塊。輸入謹常呢兩個字，調整字體嘅大小，再放喺簽名嘅右手邊。用同樣嘅方法，撳 keyboard 上面嘅 T 字，插入文字方塊，輸入附件履歷表呢幾個字，調整字體嘅大小，再放喺簽名嘅下面。要留意會有輔助線幫助對齊。更改電話號碼，更改 email address， 刪除 website， 將 email address 拖拉到右下角，會有輔助線幫助對齊。運用 Shortcut Ctrl 加 Mouse Wheel， 調整畫面嘅大小，check下個設計有冇問題。如果冇問題嘅話，click 右上角嘅分享 icon， 有好多種分享嘅方式，而最常用嘅係下載檔案到屋企嘅電腦。檔案類型亦都有好多種選擇，而最常用嘅係 PDF file。click 下載 icon， 檔案就會 download 到屋企嘅電腦。用 PDF Reader 打開檔案，個設計就係咁樣啦。哎呀，唔好走住啊，未講完㗎。如果你諗住喺香港揾工嘅話，呢封求職信最好用英文去寫，俾你未來嘅僱主一個好嘅印象，你得到 interview 嘅機會係會高啲㗎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請你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。聽話邊個功能最幫到你手呢？仲有咩想了解多啲呢？記得喺留言區話俾我聽喎。多謝你收睇，拜拜。